12號咧係我哋樂園10週年生日嘅大日子啦，我哋咧就同我哋10年以嚟一齊合作嘅10個社區夥伴咧，邀請咗1000名嘅朋友咧，今日嚟到樂園可以享用我哋嘅樂園，同我哋一齊咧慶祝呢個生日，同埋希望咧亦都將個喜悅咧分享俾佢哋，希望佢哋再帶進社區嘅。今日我帶 Make a Wish 嘅團隊入嚟慶祝我哋樂園10週年嘅活動嘅，咁啊可以同其他 NGO 嘅朋友一齊玩，希望我哋玩得開心啲。迪士尼生日快樂！好開心啦，因為係一個迪士尼一個大日子啦。咁咧就係作為社區裏邊嘅一份子，可以一齊嚟到分享咧，咁係一個榮幸啊！迪士尼呢10個機構咧，全部都係我哋過去10年同我哋一齊並肩為社區服務嘅夥伴，幫助我哋將快樂傳揚出去社區當中。多謝大家！香港迪士尼樂園10週年，10載奇妙，共建快樂社區。咁相信咧喺過去嚟講4-5年裏邊咧，其實我哋都每年都有唔同活動喺園區裏邊嘅。咁我都記得咧，就有一個我哋嘅音樂嘅表演啦，可以體驗到傷健共融呢個概念。咁我希望其實未來嘅時間裏邊咧，多啲合作啦。願望成真基金咧，其實係幫患有嚴重疾病嘅小朋友完成佢哋嘅願望嘅。咁我哋喺過去嘅10年，其實好多謝迪士尼嘅幫助啦。咁我哋好多小朋友嘅願望咧，都係喺迪士尼裏邊去實現。咁所以喺呢一度，除咗多謝迪士尼之外，我哋都祝佢係10週年嘅生日快樂。今日其實好開心啦，先係祝迪士尼10週年生日快樂先。特別係嚟到婦聯呢，同迪士尼嘅合作落社區講故事，亦都係帶嚟咗社區好多溫暖。呢個計劃咧，亦都得到勞工福利局咧非常之讚賞。咁並且咧，希望你哋延展到18區。迪士尼一路都好支持個社區啦，咁就俾咗好多機會咧。我哋尤其是我哋中心裏邊喺東涌區裏邊呢啲少數族裔嘅朋友啦，帶埋佢哋咧嗰啲廚餘咧落埋去嗰個少數族裔嗰個中心嗰度，俾佢哋可以咧就有一個好開心嘅年初一。迪士尼義工隊祝樂園10週年快樂！